体猪后腿肉把筋和肉汁仔细去除干净，煮熟之后进行第一道处理，重重敲打让肉质放松放软。特用龙眼木锤不会破坏肉的纤维。紧接着进入最关键的拌炒。好的肉跟不好肉，你看这个纤维就知道了。猪肉新鲜，炒出来的肉酥味道就鲜美，但成败不能全交机器。夜日冻每几分钟就要用叉子拨一下，让受热更均匀。没有经验的时候嘛，进去，第一个炒不出颜色，第二个容易烧焦，第三个就是你炒出来的没有那个肉酥那种香味。看似没特别 pebble， 其实一不小心就会失败。每天的温湿度不同，靠经验控制火候。起锅前，120度的猪油加入拌炒，每一勺都小心翼翼，一定要面状泼洒，否则猪油包在肉酥里会结块烧焦。火一开，至少2个小时不能离开。夜日冻和弟弟夜日传始终很有默契的相互提醒每个环节。兄弟工作不管做什么工作，一定要同心的，就其利断金了。两兄弟高中时在阿姨工厂当学徒，退伍后决定合作把店顶下来，传承至今超过50年的老字号。他们很自豪，几乎没吵过架。客家人我们不会东西记恨，不会怎么，兄弟没有在隔夜仇啦。父亲从小教我们的嘛，家和万事兴。恪遵家训，老实做事，除了油、盐、糖、酱油，不加任何化学添加物。炒好的肉酥用竹筛透气，自然降温。兄弟俩都坚持留住古法。一做吃冻冬年。好，这是海陆腔四秀，我们说一周秋冬冬年，一周秋冬冬年，一做就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不简单，没办法。这对客家兄弟也尝试研发多种口味的肉干，希望孩子也能继续传承，把新营老主顾连吃3代的好味道继续保留下去。上课喽！一周秋冬冬年，冇按改；一周秋冬冬年，冇按改。谢谢钟怡老师。